花莲毛土农业推行的6、7年，毛土强菜果子也够有名。不过乡亲是通过毛土推板雕模。提书房都有一对专门学毛土推板雕的专家彭太平。伊推板雕唔单止无耐米，肉又嫩又脆又甜，还认真高的。书房因为有过好嘅环境，天然用钱，初秋嘅规发达的农村业。民国85年，彭太平配合政府林木政策，改变了修嘅方法，里面还配合推广毛土，对水质、环境、饲料也都如系严格管控。虽然成本价高出，利润变薄嘅，不过为到消费者嘅看看，彭太平还系坚持行错嘅路。用个位啊哈，一枚一枚切切个推弯掉，别别跳。看到吗？哎呦！咱们都系按台梅按奖，真是个人都亲身来买。是看那个？不定了。哦，等一下哈，吃了就好了。那就从这边就好了。好，我斤，哎，多5斤多了哈，5斤多了，算你250就好。我们常常会来这边买鱼，也经过它的水质的问题，然后再就是它的鱼的那个清洁，然后包含它鱼的分量都蛮好的，还有对对对，因为包含它的肉质都是蛮好的，就很 Q 就对了。2024年，花莲开始推广毛土农业，到今只见研究规模，不过大体系农作物为主，彭太平是系少数毛土5、3个养殖户。避通呢，做我们的血药嘅，主要都做我们的药物的残留啦，还有重金属的残留，也2点要注意，现之外都做我们的血搓嘅搓嘅做我们的用血的，用多泼，用去现之多清验用去啦。彭太平嘅推翻掉是系住生产力的嘅，但2张嘢让政府都为来超容检查。不过错球俩如此如何是嘅推翻掉嘅，是系受风俩大不嘅天然好环境。58年、59年那个时候。就有人在那边开避通，真发现到讲挖落去，路那去挖落去，用个山水引出来，里面怎样用这个调查就会讲，一片山就是海岸山脉，一片就是中央山脉，用去夹定一个山谷啊，山上流下来的水呢，就在那边变成一个涌泉。你看不冷，差不多22度，要恒温彭太平嘅推翻掉是一类完全冇奶味，佢讲避免出的水。我等于水叉都会打，嘛又入水嘛又出水。用去个长唔会出奶米，其实唔系买奶米，佢就系糟的味道。副书记马改都市，头摆为对广大市民提供农民素质，政府推广农五毛综合经济，农民为用有主嘅肥水来学副书记，每回副书记8类不名。不过台南水退政府老食品卫生考量，民国85年。彭太平配合政府理木政策，老建人类驾驶面嘅驻沙测试，改变用食方法，咪希望改变大家对副手机嘅负面印象。用成本会较高，冇咁错，嘛配合也系
也系社会啊，生活的这种的观念。不过伊呢，早期呢就本因呢消费者的观念呢吼，都是讲勤模糊，讲来排汤都是注视批台。啊，政府呢，佢10多年前佢就捞一个吴郭鱼呢吼，名个改过来，改台湾雕。为险做台湾雕，是系为通过台湾雕产品规范的，包含的5种弄出来雕都为认证。是一道饲料吼，记来，每个月统计啊，要做一道记来嘿。目的系乜噶？目的要计算成本啊。系冇又不呢，要传钱冇传钱唔地，你好。这样用起差不多5公斤啦。黄塔平和当公用新本下个嘅铺料，看5是几多来做调整。从遐容易按浪有冇？佢食的饲料会咸。是砍落，是砍落用半英款呢，佢会浮在水面。因为那个是敷料。敷料。嘿，浮在水面上的饲料，不是成料。这个营养蛋白质成分呢吼，较好。啊，的食起来呢吼，佢肉较喷，系嘛较甜。时间太嘅比通，胖塔片本做台中成本吃来休，在个买来最末而休经验就买也得。鸟会来吃鱼哦，吓鸟啊，哦，不然那个鱼苗会被鸟吃掉，会损失掉啊。那所以我必通也付注意钱了，因为那跳石表含钱会中的呀。我这个供应市农会、光丰农会，这个以往哈抓的鱼比较均匀了，都是要他们的需要的 size 了。胖塔平讲，30年前休住投资个才能到2000人元，休了4年，基础卖差个卖体嘞。你下休个是冇按好传，不过瞬间是台潮流，为回到消费者空间，坚持行摩托两条路，希望台湾钓第8年และ后山后时代宽进度继续发展，打开下台的市场。以上录系下礼拜嘅客家新闻插枝，感谢大家嘅收看，有乜嘅意見也順自行會提供，每場同案嚟聯絡，再會。